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25日下晡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事态？头先就来报您知。国庆连假台铁的车票开始卖啊，却因为网络档期，有真侪民众拢伫咧卖完。有台湾人伫中国被拍死，经过调查，原来法警讲伫台湾有暴力的宗教团体伫咧控制信徒。川普伫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也批评中国无政治错误，也公开挺香港。咱拢知影讲，伫咧10月时阵有国庆的连假，真侪人是要回去，也有的人是打算要去旅行。台铁在今仔日返点开放，会使伫网络订10月初9到14的车票。不过有东部民众也反映讲，台铁的系统一开始就卡掉的，根本订票就订无。摕手机也是拍开电脑，25半暝全国唔知有偌济民众拢咧抢代替东部干线国庆连假的火车票，但是系统0点一开放，画面都停掉咧袂叮当，时间有40分钟，伫开互连线了后，已经订无火车票。我12点整按进去，它就整个转小圈圈，完全进不去，而且他就说什么网路中断，他们的那边的网路中断。12点马上点下去以后，马上就是转圈圈，对。然后大概1分钟之后跑出来，就是说你没有订到票这样子。那重新登录有用吗？没有用。台铁表示，为了因应国庆连假旅客需求，对10月初9到10月14专线加开各级列车总共205班，东部干线阁特别加开16班的优惠列车，一直到早起9点已经完成216748，35班350张订票。华东长途自强号的座位都已经卖完。我们那个第4代的订票系统，平常当然都很顺畅嘛，碰到这个连假瞬间就是大量的民众都集中在那个时段来订票，这个当然会造成我们的网络流量的那个涌塞啊。另外，台东的民众订票嘛是当着出问题，大家普遍对台铁第4代订票系统感觉真无满意。台铁是表示，26个月开放是领坐火车票，和身份证是有限位的华东民众订票；27个月释出无提票，请民众加利用台铁官网查询村的位。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要看这条，有影是花水食有透，才会念这条。台中检警正咧调查一桩台湾人伫中国被拍死案件，想袂到查到到底是伫咧南投国省有一个暴力的宗教团体，而且这个宗教团体平常时拢是集中大做伙，也叫一个姓林的查某人或者是姓苗，而且伊也卡袂到就起骹动手拍遮的人，对2岁到80岁是拢总拍惨落，而且也是遮的受瓜人伤过迷信。无人要甲代志讲出来，警方也真歹查。这个伫南投国省深山内的道场真偏僻，平常时信徒拢住做伙，警方上门的时阵，公务员一开门就爱破门才有法度入去。47年厝姓林的女子，就是信徒所讲的圣庙，大家拢相信家己的身躯内面有歹物仔，都爱靠肉体的折磨才会当赶会走。所以只要违反生活公约，也是想要等去处理，往往会变成一体施暴的对象。它就是一整根把它那个缠起来，布缠起来这样子。检警对道场斗过19个人，发觉因就算身躯顶伤痕累累，嘛是对姓林的负责人真相信。除了信徒，还有几位讲合作山寨的干部。这个宗教团体的暴力行为，会互人发现，主要是一位20多岁的女性干部对姓林的负责人去中国江西南宁推广道场，互人暴力拍死、接白空，遭所有的成员集体殴打，而且伤势都非常严重。目前除了已经死亡的这个被害人之外，这个我们发现被害人的年龄层，年纪最小的从2岁
最大的到80岁，男女都有。检警调查发现，这个以中华碧阳四季灵宝圣道会甲内政部登记的宗教组织，差不多伫民国97年成立。伫咧台湾有3个道场，大陆目前有2个。台湾的成员人数恐惊超过100多人，以参唱驱邪的方式，诚信道规个会做回来。警方破获了后，主嫌被收押。这个驱魔的一个理由啊，但是任何宗教团体都不应该以暴力方式来对待成员或对待一般的民众。警方指出，暴力行为已经牵涉到违法，依照违反组织犯罪条例、伤害秩序的罪以上，嘛呼吁受害者勇敢站出来指认。记者综合报道。咱常常讲，做老师的就亲像石磨仔心同款。教育部伫咧教师节进前举办着108年书读奖的颁奖，被颁发者为着教育伫咧奉献，以及着资深优良的教师。在今年有72位的得奖者，其中也有越南华侨，也有长期伫咧辅导学生的教官。全台湾300多个得奖的老师，伫中山老做伙接受表扬，这是政府部门对老师上悬的肯定。比林雅布是全台湾第一间民族实验小学，布马小学的校长用泰雅做知识核心，把文化传承落去。他们变得非常喜欢来学校，而且对自己的民族、对自己的文化有非常大的一个认同哦。那更看到我们的小朋友在他的基本能力的部分，他有非常显著的进步。囡仔改变，豆豆介意去读册，校长感觉真欢喜。越南华侨杨小梅9岁时阵，规家伙仔搬转来台湾住，24年的教职专重辅导，面对新住民的囡仔，家己的经验就是上好的教材。我就告诉他们说，你比我还要厉害，为什么？第一个，我9岁才学注音符号，然后你们呢，在台湾里面从小一出生就会讲，然后小梅主任。我不会的东西，你们都慢慢都比我优势了。可是呢，不要放弃。民雄高工的教官苏碧芳，这侪年来接触甲辅导真侪做唔到代志的少年囡仔，伊讲会当帮助囡仔一个算一个，答辩的事件拢是在学习，学生就是伊的老师。其实说实在，我一开始当教官，我没有那么远大的抱负啦，我只是希望可以安稳度日而已，这是实话。可是后来我发觉，就跟这些孩子交流的时候，我发觉，我可以为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我可以带给他们一点帮助。今年的表扬，总统蔡英文甲苏贞昌院长拢有来甲老师恭喜。苏贞昌院长阁叫奖励多谢2届，伊嘛有讲到政府重视教育，台湾若要继续进步，也阁需要老师斗牵成。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关文哲整一个民众党了后，打算要来拼立委的选举。不过，即马也有风声讲有双家宝来带头，也就是关文哲甲郭台铭要做伙来加持选情。郭台铭办公室也回应讲，目前这个细节搁要讨论。台北市长关文哲筹备民众党要伫2020来拼国会席次，不过因为烦恼关文哲无参选总统，无法度提关选情，即马传出民众党成立选举计策委员会，先规划双家宝，由关文哲甲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做伙专台辅选甲徛台。他们资助的或支持的这种候选人，我们还是会帮忙嘛。那倒过来，如果我们的候选人可以的话，郭董要来站台，我们当然是欢迎啊。感受进一步甲郭定亚的合作计划，关文哲表示，有的部分随时拢伫改变，算是认定当时的管理。啊，毋过就看说报道，郭台铭退选了后，隔顿工就随找关文哲幕僚撮票路来讨论，表示愿意支援竞选费用，而且佫愿意出借因的团队。啊，毋过关定亚3届拒绝郭台铭的赞助。说你要资助钱就照政治现金的规定该可以捐多少就捐多少。我们还是不希望说拿了很多钱，然后开始打那个昂贵的竞选的这种方式，我们还是不赞成的。面对过关合作的代志，郭台铭办公室回应讲，详细合作的方式该继续讨论，啊，毋过合作是一定的。啊，若是关文哲因为表示甲宋楚瑜的合作该看卖，结果亲民党组织部主任张时文批评讲是无尊重。关文哲敢若表示，无要紧的代志是一竿仔线咧，无搁加讲啥。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长韩国瑜伊伫伊任内头一本的年度总预算书出来了后，接落来会有机会来进行报告。不过，国民党议员昨也利用人数优势通过报告质询，也因为必须爱伫暗时6点进前来结束，致使有20多位的议员无法度来质询，也引起着民进党来认为讲，这拢是为着韩国瑜伫咧设想的。
高雄市议会定期会开幕，市长韩国瑜提早拜会每一个党团，但民进党多数议员伫房间唔敢出面，加留2个人迎接。报道上面都有把过去你讲的影片播放出来，我想说，不知道当下你当时是短暂的失忆，还是说你认为那个不是你讲的话？这个是有前提，第一，石油是中央；第二，那行政院要同意，中央要来运作。一节落来，就互议员问乌石油的争议，另外包括2、6、27两天，韩国瑜将做施政报告，民进党议员嘛对伊表达不满，因为议会公告，这件施政报告以后的质询，敢若会使进行到暗时6点，这个是替韩国瑜护航。议会正式开议以后，民进党几名议员嘛对此表达抗议。几乎有20几个人没有办法咨询，几乎就让这20几个同仁。让扼杀了他替高雄市民发声的机会。伊安那讲嘛是够遐啦，长得讲几篇所以我提了停止讨论，为了议事，好不好？停止讨论。两党议员差几啊件，但因为前一天党团协商，国民党人数较侪，已经用表决通过。虽然2天韩国瑜确定唔免搁像要顶一件的会期，防止宣告暗时11点。韩国瑜家己是表示，任何时间结束拢会使尊重议会的决定。记者杨家全古典全球报道。伫咧日前，立委陈明文伫高铁顶头碰见有底300万的卡网，外界也质疑讲，这钱是对倒来，敢有违法的洗钱呢？今仔日立法院的财委会邀请相关单位进行专案报告，高铁董事长江耀宗也上台报告，伊强调讲，已经进入到司法的调查，无上新的进度，也随引起南亚立委不满。立委陈明文前一阵仔伫咧高铁碰见300万的现金，引起各界关注，各互人质疑涉嫌洗钱。早起立法院财委会安排相关部会进行报告，但是高铁董事长江耀宗上台时阵，伊这个案已经进入司法调查的庭事，无新的进度通报告，引起南洋立委真生气，宣布休困10分钟，要求江耀宗袂当落台，必须要传好资料定报告。基于侦查不公开及旅客隐私。什么侦查不公开的问题，说清楚，不说清楚就给我站着。江耀宗表示，9月3中昼12点10分左右，列车驶到南港站，外包的清洁人员去车顶摒扫，捡到一卡登机箱，发现是现金，送去派出所清点。12点40分，有失主打电话来协询，伫咧进行相关的听书了后，登记入库，就由失主来领。江耀宗承认讲，暂不警员迄天捡到300万的行李箱了后，并无报案处理。你会发有人带着300万的现金搭高铁，忘了带回去，事后也没有报案，这是正常的现象吗？遗失物的内容不是危险物品，就没有报案的事。这件300万威胁案嘛，互外界质疑钱是对倒位来的。若是对银行领出300万，陈明文嘛无依照规定通报。根据媒体报道，法务部处长蔡碧中伫咧第一时间表示，真侪人规避通报，嘛引起护航的批评。这是谁说的？没有任何的事证，那么就来这样子铺天盖地的，我们的社会这样好吗？蔡碧中强调，针对这个事件，到今拢无接受任何平面，也是电子媒体采访。若是家己做文章，以无根据的事实来质询，是浪费大家的时间。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做回来看后真。美国总统川普伫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也伫迄个大会顶头警告中国，袂使用到这种难产的时代方式来对付这个无益，也已经结束这款难产的时代咯。也针对着烧3个外月香港反送中示威，呼吁北京爱维护香港的自由甲民主，也爱斟酌看香港的局势。As we endeavor to stabilize our relationship, we're also carefully monitoring the situation in Hong Kong. The world fully expects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ll honor its binding treaty made with the British and registered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in which China commits to protect Hong Kong's freedom, legal system, and democratic ways of life. 美国总统川普2日伫咧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除了批评中国依靠庞大的国家补贴、货币操控、甲经销产品等手段，得出美国等国家的贸易利益，也警告中国，南美贸易的时代已经结束，也再度公开挺香港，希望北京当局维护香港的自由、法律制度甲民主生活方式。
最后又讲，大家拢希望习近平真做伟大领导人，要安怎处理香港问题，对中国未来伫咧世界角色正重要。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台湾时间今仔日开始讨论香港人权加民主法案应该过。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明仔载2大也开始第一场加港民对话。It would not be possible for a consensus to be reached after all these tensions in society that we have seen. So to me, this is one step forward to engage with the 150 members of the public who spent the 2 hours with us. 来参加的150位港民是自2万名报名者挑出，不准炸示威的装备。林郑月娥强调，希望对话会当和平理性。伊伫昨日记者会讲，止暴制乱是上王道的法治，所以即马暂时是无要引用紧急法或者是制定亡民法。中国10个国庆要到啊，香港反送中的抗争永远是一波算一波。9月29，香港边城青年领团体也发动挺港反极权游行。香港政治秘书长黄之锋也录影片，希望台湾的民众会当站出来挺香港。民阵计划伫10月初一迄天发动游行，对抗政权。因讲最近办游行常常互人刁，有人是无插反对通知书，依然递交申请书，争取游行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宣布讲，要对总统川普来进行弹劾的调查，也因为川普伫咧7月期间有甲乌克兰总统通过电话，要求伊爱提供竞选对手，也就是拜登后生伫乌克兰开公司的资料。不过，川普也否认这项指控。The actions taken to date by the president have seriously violated the Constitution, especially when the president says, Article 2 says I can do whatever I want. 佩洛西指出，川普伫咧7月25时阵，用着电话方式甲乌克兰总统来沟通，要来挑选竞选对手拜登的后生，也因为做过乌克兰天然气董事的人 Hunt， 甚至要来暂请冻结援助乌克兰的军事项目4亿美金，正做是施压的手段。佩洛西透露讲，目前有6个众议院的委员正在调查川普，川普也公开伊甲伊的对话，要来进行陪会。英国首相强森为着要互英国伫咧10月初1的时阵会当顺利脱欧，伊也请女王伊丽莎白2世延长国会休会5礼拜，互指控是违法。也经过最高法院的审理，认为这个行为是无合理，却未收煞，在野党要求强森爱落台。This court has already concluded that the Prime Minister's advice to Her Majesty was unlawful, void and of no effect. 英国最高法院议长宣判这项历史性的结果，强调首相强生关闭国会5礼拜是无合法，引起外界注意。强生为了要让英国伫咧10月底顺利脱欧，伊伫8月28建请女王伫国会9月初3开议了，关闭国会5礼拜，一直到10月14才恢复开会，结果引发诉讼战。在1个法官拢同意裁决，也表示上下议院议长会当决定国会什么时阵复会。Yes, obviously this is a verdict that we will respect, and we respect the judicial process. I have to say I strongly disagree with what the justices have found. I don't think that it's right, but we will go ahead, and of course Parliament will come back. 法院的判决未输敢若甲强生献脆皮，在野党共党党魁也强烈批评，认为强生应该辞职下台。We wouldn't bypass democracy. And I invite Boris Johnson, in the historic words, to consider his position. 英国国会下议院议长贝尔考尾仔也宣布，国会将会伫咧当地时间拜3早起复会，也同款要求强生爱为这件代志负责。英国脱欧的争议一路自国会到最高法院，强生这边伫咧脱欧议题阁踢到铁板，也互脱欧的进程更加困难。记者综合报道。所以来要看这条有影是不幸的消息，伫咧巴基斯坦的东北部，也伫台湾时间24暗时7点，发生规模5.8的浅层地震，目前尚无造成22个人死亡，超过700多人来受伤。
见到不巧地当准一个砖来倒去，民众雄雄公公撞出来，啊，毋过有人被护走，当场叫落落来，阿摩托角跌掉咧。巴基斯坦东北地区甲部分巴基斯坦控制克什米尔地区，伫当地时间24朝下晡4点发生规模5.8的大地震，震源深度6.2公里，算是千载的地震。不离个日头大，甲连印度首都新德里都拢感受会到。巴基斯坦政府嘛用最高级别来对应震灾，出动真济人员开始救援，而且运送物资去灾区。 हमारी गाड़ियाँ कुछ लोड हो रही हैं जिसमें 200 टेंट 800 के करीब ब्लैंकेट्स 200 किचन सेट्स और 100 के करीब लगभग मेडिकल किट्स जो हैं 巴属克什米尔的米尔布尔奇的灾情是上严重的，真侪条路闭起，嘛有建筑物甲公共设施倒去，政府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而且死伤的人数嘛一直增加，其中有真侪是囡仔。 हम सबके ऊपर गिरी थी 20 बच्चों के ऊपर दीवार गिरी 巴基斯坦克什米尔地区顶一届发生大地震是2005年，迄当阵是规模7.6，嘛是千赞大地震，造成超过73000个人死亡，350万个人无厝通住。记者综合报道。 一年的雨林唔那伫咧导火、乌烟散雾，真也有一个学生运动非常激烈，因为不满着国会拍算要增加几多项的刑法条文，包括着侮辱国家政府元首无结婚就来动机，这拢爱互判刑。另外，这政府也想尽办法要甲反贪污的机构权力剥削掉，引起上万名印尼大学生伫27天包围国会，要求政府爱撤回恶法。 甲警方也发生激烈的冲突。不满印尼政府新增刑法条文的示威，一直到24天也未结束。真侪学生伫暗时继续包围首都雅加达国会，向警方弹石头。顶部警察先下催泪瓦斯，表示喷消防水条，想要赶人。印尼政府提出的这部刑法修正草案。 希望就此来改变1949年脱离荷兰独立进程所制定的刑法。新法内面加入几多项刑事罪，包括分化性行为、未婚同居、伫咧非性侵或者是紧急医疗状况之下的拍体，一切同性关系拢会触发刑法会当被判刑。另外，也新增加侮辱政府总统名誉、藐视政府甲司法机关的罪名，同时也减弱反贪污机构的权力。 这项草案是由印尼保守派甲伊斯兰基本教义派主导，原本有定20日要送交国会表决，不过拄到民间强烈的反弹，一向被看作是进步派印尼总统佐科威，才伫咧20下令暂缓表决，互司法部门针对有争议的条文做修改。Ternyata memang ada banyak hal yang perlu untuk dibincangkan kembali setelah ada masukan-masukan dari masyarakat dan sebagainya. 不过，政府内部依然坚持伫咧9月底这一届国会任期改办进前爱通过修法，因此不满的学生团体才扩大动员，24发动大规模的示威抗争，总数超过1万人。赞成修法的定也强调，新法符合印尼这个全世界上最穆斯林人口国家的主流价值。不过，反对者强调，新刑法打压印尼多元民主价值，也限制言论自由。 要求佐科威政府爱撤回恶法，临时暂缓修法。记者综合报道。民众接着爱使用的充电线加耳机，也因为这个塑胶材质有 PVC， 有团体指出讲，若是直接使用就会目到塑化剂，若是直接听到焚化炉烧出来物质，可能会致癌。 市面上卖充电线甲耳机品牌是真侪种，不过不管是大小牌，拢有可能使用 PVC 聚力乙烯对环境无友善。看守台湾协会检测74个充电线品牌出现露宿环境，其中外层包的测到占85%，内部绝缘层有37%。另外42个耳机品牌当中，29%测到包括 Sony 甲 Panasonic 等大厂牌，显示是 PVC 材质的可能性加悬。 PVC 本身会添加塑化剂，也很容易溶出来，这样子，这是对我们的影响。那在废弃的时候，如果是当做一般垃圾，那在焚化厂
场燃烧，会有带药性，那就是造成空气污染。看守台湾是以贝尔斯坦试验方式，用烧红的铜线接触塑胶材质，佮放火烧，若出现青色，就表示有卤素成分，构成几率是 PVC。款团呼吁 PVC 的管仔透过提悬回收程度处理费率成功减量，环保署应该针对 PVC 线材做小项的管理。环保署把这些漏列的这些电子产品，包括充电线材，还有耳机，纳入公告应回收，然后针对有使用 PVC 材质的这些电子产品呢，调高它的回收金属处理费率。看守台湾指出，一寡厂商表示摕到欧明或者是碰过 MFI 的认证，但虽然是安尼，嘛是验出线材有卤素反应。目前已经有更较环境友善的替代材质 TPE， 希望业者改用量早来替换 PVC。记者林文曾志成台北报道。真侪做人爸母的，为着伊拄出生婴仔，拢要买上好的。不过你敢知影，在咧市面上的红婴仔面床是无需要经过检验的。最近消保处甲漂检局也调查市面上12项的商品，竟然发现讲有11件是无符合规定，唔是会病就是会夹到婴仔。消保官也已经要求业者爱落实赶紧去改善。孔洞太高的话，我深度如果大于1公分的话，就有夹伤的疑虑。检测员摕检测的工具测红婴仔床的空棚，发现大部分市面上在卖红婴仔床品质检测无合规定，床棚的空棚门喙无合国家标准，幼婴恐惊有夹到伤，也是夹到头的风险真悬。就小朋友手会不会伸进那个洞里面拔不出来？整只手伸进去的时候整只手拔不出来，整个手掌、脚掌摆进去拔不出来，变成捕婴床，那捕兽器一样。消保处和标准检验局合作，随机抽检市面上在卖红婴仔床，发现12件当中，有11件品质无合规定，无合纪律要挖高成字。其中幼婴有夹到伤，也是夹到头的风险，都有10件无合格上侪。床珠大小5件无合格，较会变的有2件。另外，火烧的速度无合格是有1件，而且价效果无俗，超过4-5千块。标检局表示，已经规划明年开始，将幼婴的红婴仔床列做是强制检验项目，保障幼婴的安全。像这个中心部的话，它容易就是会倾倒翻覆，辅导它下架嘛。如果说它不回收下架改善的话，我们是依照消保法第58条，会处新台币6万元以上150万元以下的罚款。另外，商品标示的部分毛9件不合格，包括制作厂商自行标示了无齐全，也是无依照规定标示经过标示等等。消保官表示，已经要求不合格业者落价回收改善，因为目前市面上在卖红婴仔床并是强制检验的项目，发现无合格率真悬。标检局表示，已经规划10月办理业者说明会，按算明年7-8月，就会要求强制检验。到时阵只要认明商品检验标章，就会当判定是毋是有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中照政策变作明年总统大选真热的话题，立法院卫权委员会透早也针对着中照2点控的困境进行报告。中央立委是一句来一句去，也有立委质疑讲，中照服务员可能人无够，而且中照的资源一年是比一年会用搁较济，也建议爱用保险制。卫福部部长陈时中也强调讲，会针对着财务进行规划甲检讨。卫福部伫咧到江内3度释出长照的力度，包括宣布哮喘服务的核定放令，评估外劳照顾重度适龄者，买当申请上济21天规工的哮喘服务，有17万9千人受惠。上紧这礼拜公告实施，不过煞互在野党立委质疑，其服员的人力恐惊无够，根本是为着选举政策买票。你一喊说你要增加17.9万，请问你现在照服人力，你要增加多少人来服务？你连估算都没有估算就可以喊出来？我们现在推了这么多的新的政策，却没有这么多人可以去提供服务。那我讲，我想这显然也是很大的矛盾嘛。另外，有立委也批评现主时的长照税收制有问题，长照基金包括遗产政务税、分税分管等等，但是超过龄社会就接下来，长照的财源一定会增加，建议改做保险制，才会当永续发展。而且财政部报告嘛指出，建请卫福部研议长照保险制的可行性。问起来，很多年轻人他们都愿意呀，因为这个东西才是长治久安的一个办法，而不是一个机会税。根据现有的财源，我们
当然做一个最适当的分配跟运用。那当然，财政部如果在法上面有需要相关检讨的，那我们会来检讨改进。但市长强调，现主时长照的财源拢经过适当的运用甲分配。今年到8月底为止，长照基金收入是253亿，搁再加上过去基金所存的部分，财源并无不足的情形。针对财政部的建议，会进行利弊分析。记者综合报道。大哭是现代人的文明病。中研院的研究发现讲，伫人体内底的蛋白质、连萜皮，甲大哭病有真大的关系，甚至会变做是癌症。未来透过甲连萜皮的活性压落来，就当改善大哭的症头。台湾的小食甲夜市的文化是国际有名，不过物件若食伤多，一定会大哭，更加会产生健康、社会甲经济问题。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就发现，脂肪代谢的关键原因，大哭症甲人体内面一种基因连萜皮表达过量有关系。也就是讲，人体内面的连萜皮若伤多，就会大哭。连萜皮剔除之后，会抑制高脂肪饮食诱导的肥胖以及脂肪肝。我们由这个结果，我们可以看得到，在脂肪组织的染色，我们可以看到基因剔除小鼠，它喂食高脂饲料之后，比起野生型的小鼠，脂肪细胞来得小。中研院讲，连萜皮是人体发育时阵袂当欠的重要2倍，不过若是过量会造成反效果，造成大哭甚至着癌。另外，研究也发现人体免疫脂肪细胞对减肥有正重要的影响。如何在你我的体内诱导米色脂肪细胞对抗我们有可能身体产生的糖代谢紊乱或是肥胖，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有趣而且受重视的治疗肥胖的方式。中央研究院透过鸟鼠的实验发现，若是甲连萜皮基因摕掉的鸟鼠，若是伊的体型会较细只，也会促进免疫脂肪细胞的形成，也有散热的效果。研究团队也讲，目前治疗大哭上有效的疗法之一就是促进免疫脂肪细胞的形成。因此，未来透过抑制人体连萜皮的酶活性，来提高免疫细胞的增生，就当抑制因为爱食所造成的大哭。记者综合报道。嘉义林管处德口工作站有放山鸟鼠偷采的茶伫货柜，想袂到这个人甲天照打，竟然来甲这个锁头撬歹，偷摕内面的茶。林管处也表示讲，拍件的菜大部分拢是薄皮仔甲牛掌，大约是市价9万块。甲货柜拍开，内底敢若剩茶有沙巴，这原本是放林管处伫家己县市查到违反新林法案件的茶，毋过想袂到煞叫贼头来注意到，甲货柜的锁头破坏来偷摕。林管处为着要预防这款代志搁来发生，已经甲内底剩落来的茶刷去别个所在来保管。经过我们的清点，里面遗失的是有2种素材，包括有红块跟牛樟。那数量是1.755立方公尺啊，整个目前的查定的价格是在99000多元。嘉义林管处表示，为着惊讲这寡茶搁去互偷摕，逐个月拢会派人去检查。顶个检查是8月24，虽然毋知影讲是当时去互偷摕，毋过已经提供这个月监视器画面给警方，而且嘛要针对这个代志来检讨，要来加强园区内底保全部分。我们目前全区里面有13支的一个监视器，我们会再增加这个数量。那另外的话，目前我们的保全巡视路线巡视次数也从现在的7次，然后会再增加到上下午都要做一个巡护、做巡查，那会增加到8次。经过警方的调查，初步怀疑查拉是伫园区后壁的路走入来的。嘉义林管处嘛提供工作站专区的平面图甲监视器的电脑主机，要来斗3工警方调查，希望讲会当较早来破案。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新德县是正经济柑仔海莱亚一款水果，也最近发生提早发黄的现象，这毋是代表讲教训哦，是去互日头晒着伤。就算讲是教训了后，食起来嘛是大大泡泡，恐惊会影响到绩效。
看桥顶一粒粒伫要会使采收的炭柑，受到天气的影响，外表提早变黄。高雄新光来实在感觉真无奈。新日间最近足侪所在拢传出日烧的灾情，所谓的日烧就是落大雨了后，连续几啊天大日头，再造成水果无法度适应天气。整天日照都充足的果园会日烧的情况会比较严重。往年会发生这种状况吗？每年都会有啊。高雄表示，未来这款受到影响炭柑，不但外表歹，更有可能会完全卖不出去。政府相关单位把派员到现场关心。评估有损害程度达20%以上，我们就依照农业天然灾害救助办法的规定，向中央申请灾害救助。我们北部的日照比较没有中南部那么强，所以目前看起来大概是5到10%左右的受损。那这个受损率跟往年差异不会太大。政府农业处表示，最近会继续去大位看，若是农损状况有到20%，将会协助农民争取中央灾害补助，希望甲伤害降到最低。记者张君豪新潮报道。在2年前，政府为着要减少绿岛因为观光造成的空气污染，推广者做乌托邦业者拢做电动车予游客，高达要900台。不过，台东环保局是根据统计讲，即马敢若会当用的敢若剩200台，其他的拢是故障甲废弃的，也变做绿岛的负担。政府伫绿岛设计碳减少空污旅游，将业者出租电动机车。103年甲104年，业者就采购600多台的电动机车。因为买电动机车，政府有补助，环保局嘛定期查访。去年甲今年就发现，毋若买电动机车的申请案，敢若剩5台，而且全岛的电动机车总数嘛，敢若剩300台尔。统计总共补助了900多辆。实际上在目前在岛上的这一个电动机车有这一个车体存在的大概有300多辆。而且环保局的查访，佮发现，迄当阵真正适合绿岛电动机车出租的业者，已经有3间关起来啊。伫岛上的机车出租业者就讲，其实伫绿岛使用电动车，年久过深受到海盐侵蚀，真紧就歹去，所以也是该当来买食汽油的机车来租。换马达在后轮，那所以研发进去之后，那就把全部的那个马达的全部卡死，跑不到1圈就要换一个电池，在使用上面很多人就会觉得很麻烦，就会。业者讲，绿岛的电动机车是害甲真严重，修理的钱阁贵三三，想要运登去本岛处理，每一台阁要开买450块的钱，嘛无报废机车300块的补助，就干那会当找空地暂时合格，不离个这个妨碍到绿岛的景观，和当年为着要改善绿岛空污好意，电岛变做岛上另外一个环境的负担。记者综合报道。有10位伫咧导游工场做工课受刑者，知影讲日前为着保护旅客，协助铁路警察制服嫌犯泄露的查甫人，伊家境有困难，因着写批予屏东邦寮分局，讲要捐钱予这个泄露的查甫人，也表示讲因过去捌造成社会困扰，希望日后对社会有贡献。人讲来啦，导游池2届到3届，只要来加配料炒，这一罐一罐的导游是由屏东港甲导游厂的受刑人所做，伊嘛希望会当回馈社会。日前透过报道知影，代替刺杀警察当中一名热心帮助警察的罗姓男子，厝内有困难，抢来10名受刑人来捐这31000块予伊。说他想要捐，我说好啊，你打报告啊，没想到他打报告就准了，然后他又。其实整个过程也是因为他这个抛砖引玉，才有其他的同学一起共享这个活动啊。屏东教育讲，受刑人过去常常捐邮票，不过后尾认为这现金是更较有帮助。通报上级核准了后，就写批寄予屏东村立乡的果松派出所，请因转交。嘛，伫个批当中是写出家己的心情，讲过去捌是社会的麻烦制作者，会当重新开始，就要来感谢社会，给因机会。所以因家己嘛希望有能力会当来贡献。很谢谢他们这份诚意啊，这样已经帮助到很多。不幸的人、家庭。摕着受刑人所寄的批，家属对因是真感谢。屏东港员嘛讲，这毋是受刑人第一个发挥爱心，只要是有人发起，这善心拢会持续落去。记者王刘婷、陈显坤，屏东报道。
人讲行行出状元，拍电动也会当得到世界冠军。伫咧台南远东科技大学，要成立全台湾头一间嘅电竞科系，要培养一队伫咧培养选手，在今日暗时青春咱的梦，带各位乡亲来看因的青春美梦。台湾即马参加电竞产业的人愈来愈少年，参加的人也愈来愈多。远东科技大学就成立校队远大英。提供学生一个表现的平台。阮成立这个校队是为了帮助这个同学去达成伊的梦想，但是学校的占据就无甲遐重要啦。电竞毋但是拍电动，游戏选手的职业生涯真短，为了要真做专业的选手，每一个有电竞梦的人，拢开真侪时间甲精力，就是为了要达到家己的梦想甲目标。是，虽然我们平常看起来像在玩。但其实我们是很认真在练习，我们输了或是成绩不好，我们都会感到挫折啊。其实跟体育选手不会有差别不大。除了游戏战队，学校运用高科技的设备结合团部设计顶产业，成立直播队加 VR 队。说一下，因为去年新年的时候，他比一般较无共是，咱需要爱有大众传播的知识，爱知影讲要。操作迄导播机、摄影机节目的迄企划变他做，算是蛮丰富的角色设定。不止单是耍游戏尔，就像阮阁有就像像种化学教材，阁有迄种医疗教材然后因为就像迄种高危险性的，会使就是用伫这个 VR 顶面，互你就是互你安尼练习。伫咧台湾，只有选手摕冠军，大家才会注意即寡台湾之光。不过，电竞产业甲其他产业同款，拢需要开正长的时间来培养人才。流行的产业不要有正侪发展的可能，要更加侪路、更加侪机会，和少年人来竞。记者综合报道。2019年北港马祖杯 IPC 轮椅舞蹈国际公开赛，前2天伫北港体育馆来举行。今年除了有台湾以外，还有奥地利、芬兰、以色列等18个国家，超过300名的选手来比赛。台湾的选手也是真厉害，得到双轮椅组得到第3名。台湾的国旗全场是热扑扑，用普啊声欢迎选手入场。这是第3届马祖杯国际轮椅舞蹈比赛，包括尼泊尔、墨西哥、也有德国等18个国家300多个牛人，拢伫咧婚林北港相会。非常的开心。也真的非常的辛苦，这是我办马祖杯第3次在北港的时候最盛大的一次，真的也是最辛苦的一次，但是却是非常的开心。透过今天的参赛，连台湾总共是18个国家，而且各个是强国。没有一个是小国家，我觉得是我们利用其他的方式拼台湾的外交。今年马祖杯国际轮椅舞蹈赛，台湾的选手有影表现了真水，伫咧真侪项目拢有得奖。其中郭文生也有黄义勇伫咧标准舞蹈双轮椅组摕到第3名。积极伫咧推动社会公益的北港朝天宫，就是连续3年到帮站举办比赛的幕后大神。把妈祖的精神，把我们宗教文化传到世界各地。感谢各位，谢谢。一年一摆北港的大代志，除了赢马祖，即阵也搁加一个国际轮椅舞蹈比赛，希望让北港的名声，也搁有马祖的声威通四海。记者综合报道。云林科技大学视觉传达设计系学生叶奕真，将因爸母原价声音录落来，甲同学做伙来创作影片，也将这个影片号做日记。因为这内容有快乐甲悲伤来做对比，也得到今年克罗埃西亚1分钟国际短片影展的第1奖。甲生活当中，爸母原家声音录落来，佮配合查某囡仔伫生日即天，写讲家庭真和乐的日记影像。透过这款的影片创作，公开看起来真美满的家庭，却充满冲突的现实生活。和这个影片得到今年克罗埃西亚1分钟国际短片影展的第1奖。知道获奖的时候，其实我还蛮惊讶的，因为就是很多人去参加这个比赛，但是自己可以就是
在之中凸显出来，成为第1名，我自己也蛮压抑的。对，然后也觉得很高兴，这部影片可以让很多人看到。这段影片是读分科大视觉传播系学生叶奕真，甲其他另外3个同学共同创作的。伊讲读高中的时阵，因为爸母冤家，迄当阵敢若是想要甲声录落来，甲因朋友分享伊心内的感受，想要到即马煞意外变做影片的素材。刚好有这个比赛，那我也希望可以用家暴这个题材去做我的影片创作。不太能够冷静的去理解我的想法，所以我只能借由这样子的创作，间接让他们看到。叶奕真表示，这个影片是用手机摄影完成的，在世界各国600多支影片内底得奖，嘛，互更较侪人看到这个影片。落尾，伊妈妈知影了后，嘛有支持伊的影片创作。毋过，伊上毋望的是有经过家庭暴力的人，会当快快乐乐来过生活。记者综合报道。伫屏东自由路顶昌河李家是屏东万丹第1号家李仲基家族的厝体，也因为建筑真有特色，今年也得到文化部的补助。李家第6届成立着顶昌河文化协会，打算要把这个旧厝翻过，要来保存这个珍贵的文化资产。所以他用一个光滑面跟一个粗糙面，就把这个建筑的那个刚柔。就把它衬托出来。顶昌河李家是日本时代台湾南部的大好野人李仲基的厝体，伫1924年到1932年间起造，到今已经正100栋啊。李家旧厝主要是欧洲风格3层楼，是李家的第3代李明德先生为着伊心爱的查某囝起的。按厝体的设计甲装塔，会当看到苏东时建筑技术的多元甲进步。日治时期的一些建筑就已经开始走向现代化，可是现代化的过程中，其实它以这个日本的建筑为特色的一些空间，或者我们称为所谓的建筑的语汇，都相当的丰富。为了要让后辈更加了解顶昌河李家的历史文化，文化部需有旧建筑保存再生计划，补助李家旧厝过翻。李家第6代嘛成立顶昌河文化协会，望透过旧厝的再生，让更加侪人认捌屏东早期的文化历史甲经济活动。所以我们就是想要了解他们的故事，然后去复原这个李家。伫屏东自由路的顶昌河李家，毋但见证一个家族的兴旺，嘛记录当时的屏东社会。旧厝按说年尾开始过翻，每年年尾就通完工。未来伫遮嘛会规划开咖啡厅、办艺文展览，望顶昌河李家旧厝成做屏东艺文活动的新地点。记者综合报道。人讲人若用心，乌土也会变黄金。伫咧台南安庆国小有一位阿嬷柯秀琴，伊无学过美术，所法度利用各种的空罐仔、回收的物件，变出古锥的动物造型，大人囡仔看了拢真介意。这个盒子哦，有环保，阿嬷做环保诶。十一组以猪仔做主题作品，大家模样拢无相像。这猪仔囝高水阁活跳，这作品拢是由台南市安庆国小的环保志工柯秀琴阿嬷所做的。伊真够变出这么高水的物件，阁互老师学生仔讲是魔法阿嬷。他这个做的孙悟空，还有很多很可爱的东西。有没有觉得阿嬷很厉害？有。为什么她很厉害？就可以在利用的，就是纸杯那些，就做出很特别的东西。柯秀琴无学过美术，完全拢是家己摸出来的。由今年、9年到今年的第2年，学校主任无爱的衫用了的墨药水空罐仔，柯秀琴拢会使亲像是变魔术同款，变出千变万化的模样。甲本地无爱伫的物件摕来创作，变做这么古锥的模样，互人感觉真神奇。所以我做的物件拢搁迄配色。大家色吼，互无共款。我甲从学校的环保吼，壳仔啦，也是迄啥物啦，较水物件，拢无爱有彩色较水，拢捡起来搭配。化腐朽为神奇。那小朋友他们在看这些作品的时候，他们也会有一些创意。柯秀琴无因为孙仔毕业，目对咧毕业，伊继续伫国小做环保，捡资源回收，发挥伊的创意，甲本素变作是艺术品，目对咧囡仔边仔做上好的示范。记者综合报道。
多文画家谢小龙在今年推出全新的创作《碧女图》，用笑诼方式描写现代查某人的日常生活。咱也带各位观众朋友做伙来欣赏。一手掠囡仔，另外一手摕皮包啊，这是真侪做妈妈的人的日常生活。搁有爱囡仔拖行李，也是煮菜的画面。其实对真侪人来讲，一点仔拢无青分。图文画家谢小良用笑诼的方式，甲趣味的图文解说，画出当代女子真侪无共款的形。女人都有各自的美，并不用特别的去在意别人的目光，就会觉得，我觉得是做自己是最好的。那其实你看她，整个穿着打扮是一个很符合社会的一个职业妇女的一个形态，就是我们在外面要很在乎自己的外表外在，然后跟自己的专业感。但是回到家呢，我们又是马上转变成另外一个角色。唔乃是独生女子的自主独立，少年女子的美丽，搁有伫厝内底摕衬托拍家纸，一点仔拢袂惊的画面。谢小浪画出真有生活性的图文创作，搁画出各种女性伫面对日常生活的挑战甲应对。这些图文创作，如果有一点点能够对你自己产生共鸣，那我就觉得这些画作它其实有勾到你某一些部分的感觉跟回忆。就是把当代女子的100貌呈现出来，就是说让大家也可以去多关心一下妇女，也可以让妇女自己来关心一下自己。为着让更加侪人透过这图文创作熟悉女性，台中市社会局邀请谢小浪举办巡回个展，希望透过展览引发女性的认同，嘛会当让更加侪人对妇女有进一步的了解甲体谅。记者综合报道。在日本有科学家一直在研发类似真人的机器人，唔拿外表真相像，也要学习甲人来对话。中国人食的物件爱食当咸，不过以现代角度来看，这是无啥健康。有上新的研究讲，中国人逐天食盐比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加出2倍。伫咧鼎内面有真侪调味料，也个环境。搁甲酱淋伫咧小零虾顶头，这间真有名的麻辣小零虾店，每天拢吸引真侪人客，拢是靠气味真高的四川式调味。食谱内面一定会除了环境，也个有真侪盐，这种重口味伫中国真受欢迎。我挺重口的，我也知道盐摄入量比较多，但是这样不太好，我也知道，但是我就喜欢，没办法。这边将讲出真侪中国人的心声，虽然摄取伤过侪盐会造成高血压，造成心脏病等心血管疾病，也造成庞大医疗支出。不过，伫中国几多千年所累积落来料理文化，盐是中华料理重要的所在。当盐饮食是即马一般人拢会拄到的问题。小的时候那么添加盐过早了，会导致它口味是重口味。很多人想要吃饭吃的好吃一点的话，都会摄入一个盐然后来提高这个饭的一个口感。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经常会说，可以多吃一点饭。有一份英国大学的研究报告，讲中国北方人平均每天食11.2公克的盐，住伫北京城的人食13.6公克，离北京郊区民众更加超过16公克。这款数字拢超过 WHO 所建议的每天5公克的摄取量。虽然南方人盐食无遐多，盐果自1980年代8.8公克成长到2010年的10.2公克。专家讲，这是因为中国的人口流动愈来愈多，南方的餐厅为了要满足北方人的口味，盐也愈加愈多。虽然最近几年因为健康意识抬头，中国整体平均的饮食盐的摄取量自2000年开始有慢慢下降。不过，离健康标准依然差真多。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气象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为25度到30度，中部地区为27度到31度，南部地区为25度到33度。东部地区为23度到29度，再来看外岛地区，为25度到31度。也感谢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我是嘉豪，马在同一时间咱再会。